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陶艺不仅是台湾客庄最具特色的传统工艺，也是早期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今天我来到了台湾陶瓷发展重镇之一的苗栗，拜访年纪轻轻却对客家陶艺文化充满热情和致力于艺术教育的两姐弟。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作品吗？对，我跟我姐姐一起做的。这个好漂亮哦，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桐花印水，这是一个杯垫，然后我们用3种媒材来制作。这个其实是一个柿子的样子，然后就是跟聘武老师合作，做出一个布包。然后里面就是有我们的柴烧做的碗，所以是回来教这个陶艺吗？还是以前就在这里教了？我本身是苗栗人啊，然后就是退伍之后，然后我就想说回来自己的家乡，跟姐姐一起创业，跟客家还有陶艺有关的事情，我们都蛮有兴趣的。那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做这个陶艺品吗？可以啊，找自己的位置。你们刚刚做了哪里的？有吗？由于父亲是国内知名的陶艺家，姐弟俩从小就看着父亲做陶，耳濡目染之下，也对这门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宇杰说，大学时期他曾参与老陶师的田野调查，过程中看见苗栗陶瓷产业的兴盛与衰退，因为不忍客庄工艺的美就此没落。退伍后，便和姐姐投入创作与教职行列，将客庄文化与艺术透过教育继续深耕下一代。我们桐花的客家话是什么？知道吗？不知道哦，老师教你们讲吧。有桐花，念一遍。有桐花。我本身是客家人，然后从小就跟着长辈一起讲客家话。长大之后发现，现在小朋友好像都不太会讲客家话，所以呢，我在上课的时候就会试着跟小朋友讲一些客家话，让他们可以更理解。温柔的双手，坚定的信念，姐弟俩将客家精神搬入陶土中，为梦想捏出无限可能。